嗨，大家好，我是看评书。今天是2025年11月21号，这一期我们继續胡聊胡適、胡轾、胡威還有胡一進老師啊。今天胡適來了一個黑色星期五。今日 A 股市場低開低走，三大指數集體大幅下挫，呈現放量普跌態勢。截至收盤滬指下跌 2.45%， 深成指跌 3.41%， 創業板指數跌幅擴大至 4%。這個跌幅是近幾個月都是罕見的尤其是滬指，一般的跌就跌個0.幾，今天居然跌了 2.45%， 而且我看了一下收盤還有加速的意思。你以往到了尾盤最後幾分鐘或者最後半小時，一般的會拉起來一些，但是今天尾收盤的時候還有加速下跌的意思，收出了一個光頭陰線而且這個陰線非常大，而且是個放量陰線。這個滬深兩市成交額1.98萬億，雖然還沒到2萬億但是跟前幾天相比它這個放量2000多億，那就顯示一個放量的光頭大陰線。這個就意味着除非周末出什麼特別大的利好，否則的話下周一恐怕是跳空低開也就是更爽的還在後面。今天5000多只股票下跌，只有200-300只股票是上漲，也就是今天对這個金融消費者那是悶殺基本上沒有幸免的。我記得昨天節目我說了周五對吧，昨天是黑色星期四，已經跌了。周五呢，如果這個科技股能反彈，那麼今天還能穩住。因為昨天這個滬指沒跌是因為狂拉這個銀行股都已經拉得創新高已經拉得冒煙了今天恐怕沒法再拉了。國家隊社保基金對吧，也要蓄力所以如果今天科技股能穩住或者反彈，那麼今天滬市還能穩住。結果昨天晚上好像是美股又是大跌所以今天咱們滬市這是幾個月以來就是最大的一次跌幅黑色星期五，這個金融消費者可以說是哀嚎聲一片腿腳快的腿腳麻利的，今年所謂的牛市那賺的那3瓜2棗還能保留住，腿腳慢的恐怕今年的這個漲幅這個收益已經如數奉還。當然了，今天外盤也一樣，也是暴跌11月21日日韓股市開盤後集體大跌韓國綜合指數跌幅一度達到 4%， 截至發稿下跌 3.51%， 存儲芯片巨頭 SK 海力士一度跌近 10%， 日經225指數截至發稿跌幅 2.25%， 軟銀集團股價下跌 11%， 另一家存儲巨頭日本凱霞股份一度下跌 16%。 什麼原因呢？主要是昨天晚上美股暴跌根據每日經濟新聞報道當地時間11月20號，美股三大指數上演過山車式行情。儘管英偉達強勁的財報一度顯著提振了市場情緒，納指一度漲 2%， 但隨着估值擔憂捲土重來以及降息預期進一步受挫，三大指數悉數收跌。截至收盤，道瓊斯指數跌 0.84%， 標普500指數跌 1.56%，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跌 2.15%。 這個英偉達一度漲超 5%， 但是到收盤的時候跌 3.15%， 市值一夜之間蒸發1萬億人民幣雖然這個英偉達的 CEO 黃仁勳他在這個財報電話會議上他否認 AI 泡沫，認為這個英偉達3季報這麼亮眼這麼漂亮，但是分析師都是逆向思維，他們說沒有哪個賣鏟子的人會告訴淘金者山裡沒有金子。相比較整個人工智能產業英偉達就是賣鏟子的，賣鏟子的老闆是不會告訴你山裡沒有金子如果山裡沒有金子，那你買鏟子幹什麼呢？他鏟子賣給誰呢？實際上這個全世界這個股票尤其是美國股票還有這個日韓，它主要原因還是擔憂 AI 泡沫破裂。你看這個澳洲標普200指數跌 1.59%， 新西蘭標普50指數跌 0.15%全球股市都在大跌这個日本更有意思11月21日日韓股市大幅收跌日本人叫股債匯三殺。這個德銀報告說日本金融市場的動盪酷似2022年英國市場危機，說由大規模財政刺激和央行鴿派立場引發信心喪失，正
點燃資本失控性外逃的風險。分析師認為啊，相比美股波動，日本市場由國內信心動搖引發的系統性風險更令人擔憂。不管怎麼說啊，美國投資人擔心的是 AI 泡沫，那這個也對日韓對吧？全球其他的指數啊，尤其是对咱們啊這科技股是有這個直接影響的。按照索羅斯的說法啊，他說每個超級泡沫的誕生都有2大要素啊，具備2個要素。第一個當時看來無法反駁的現實趨勢；第二個，一個被該趨勢催生但最終脫離現實的誤解。而英偉達就是這輪 AI 泡沫之爭的焦點。對我們韭菜來說啊，至於英偉達，至於 AI 泡沫有沒有破裂，咱們無從判斷啊。但是啊，自從这個我記得上個月啊，甲骨文呢公布了他那個財報以後，引起了一個灰天鵝嘛，那天好像那個科技股都暴跌了一下。我當時我就做了個節目，而從那個時候開始啊，這個海外的很多機構啊，紛紛開始預警，就是 AI 泡沫，擔心 AI 泡沫和那個互聯網泡沫一樣啊，所以那個時候開始是吧，各大巨頭啊也開始從那個科技股撤資啊，對吧？紛紛賣出英偉達，賣出什麼蘋果啊等等啊。這一段時間咱們經常介紹說 AI 泡沫、科技股泡沫。那现在美股這個表現是不是 AI 泡沫破裂？這個也不太好說啊。這個格隆會說啊，說他是轉發的一個分析報告，說6100億美元 AI 龐氏騙局崩盤，華爾街算法、英偉達賬面數據存在嚴重的矛盾。11月21日，金融市場獨立研究員佩雷拉發文稱啊，他說昨日一場史無前例的巨變發生，說英偉達股價在財報發布後飆升 5%， 卻在18小時內暴跌至負值區間。華爾街算法捕捉到了人類未能察覺的異常，賬面數據存在嚴重矛盾。然後他具體的發現如下，他說一個，英偉達披露未結賬款達334億美元，一年內激增 89%， 也就是說它的應收賬款呢增長了 90%， 購買芯片的客戶尚未付款，平均付款周期从46天延長到53天，也就是他下游的客戶沒有錢支付，而且支付周期越來越長，就是說這額外的一周意味着104億美元可能永遠無法收回。與此同時，英偉達庫存積壓芯片達198億美元，3個月內增長 32%， 就是庫存還在增加。但管理層聲稱需求瘋狂而供應受限，兩者不可能同時成立。也就是說他管理層表現出來是他這個英偉達的這個 GPU 供不應求，但是華爾街通過這個算法發現它的庫存在增加，它的应收賬期在拉長，那這個是不可能的吧？這是相悖的。既然你的產品那麼搶手的話，那你可以要求別人30天付款，不可能還可以拖賬期啊！所以說這個華爾街就認為英偉達這個有問題。說，然後再看英偉達的現金流他說英偉達實際產生145億美元的現金，卻報告193億美元利潤，說兩者相差48億美元。說台積電和 AMD 等健康芯片企業能將 95% 以上的利潤轉化為現金，而英偉達僅能轉化 75%， 這一達危機級別。然後這個是英偉達自己的財報，自己的這個盈利能力，實際上就說明它的現金流有問題它的庫存、它的賬期，对吧？它的應收賬款都是問題那下面呢，英偉達向這個 XAI 注資20億美元，而這個 XAI 卻借貸125億美元採購英偉達芯片。微軟向 OpenAI 投入130億美元 ，OpenAI 承諾斥資500億美元購買微軟的雲服務，而微軟也要訂購1000億美元的英偉達芯片。你看這個我在以前節目介紹過嗎？這不就是他們自己資本大佬自己組的一個局。這個最後的重擔落在 OpenAI 的身上，你 OpenAI 能不能向用戶收費，能不能盈利？你要不能盈利，那这一切投資互相這叫你給我投，我給你投，互相這樣投資變成利潤我給你的投資你拿來買我的這個都產品這不就投資變利潤嗎？這種遊戲你最終是要靠 OpenAI 去變現，那它能盈利那才行，這個故事才能閉環。這個 OpenAI 為甲骨文數據中心訂購英偉達芯片，你看看來來回就這一筆錢你的投資變成利潤，利潤又變成投資，投資又變成利潤，就是循環往復多次計入營收。英偉達記賬銷售額卻無人真正付款，也就是最終
to C 那一端，或者你 to B 吧，你真的向你这个闭環之外的人收钱，到现在没看到。咱们中国已经看到了啊，咱们是遥遥领先的，这一点美的不服是不行的，因为我们騙子已经通過 AI 賺錢了嘛，咱們通過 AI 去割韭菜，已經實現盈利了啊。百度好像昨天公布它的財報，它 AI 這塊收入是100億吧，多少？都已經實現盈利了啊。你這美的不會玩，只會玩這些財務報表，只會玩這種轉圈，還是差點事啊。說賬單日益陳舊，庫存不斷堆積，現金流始終缺席。這個道理我在前幾期我已經介紹過了啊。這就是你人工智能說什麼故事不重要，最終你要能賺錢，誰賺錢？我看是 OpenAI， 這個重任就在他身上。越來越多的人擔憂這個問題，這個就像互聯網泡沫一樣啊，就是說我們不能否認啊，未來人工智能一定是大放光彩，對吧？以後一定是人工智能的天下。問題是大家也要擔心，對吧？也要避免互聯網泡沫。你看啊，當年互聯網也是啊，跟現在一樣啊，也是高漲，對吧？大家都覺得互聯網一定是未來，結果後面泡沫還破裂了。當然雖然破裂了，但後面對吧？你現在確實也是互聯網的天下。所以當資本啊警惕的時候，擔心對吧？你這個遊戲玩不下去，誰都願意啊叫見好就收，對吧？我現在畢竟賺着錢呢，我趕緊我先出了吧。大家都這麼想，那災難就開始發生。所以說高盛預警啊，說美股暴跌背後暗藏極端對沖恐慌。我為什麼要說這個美國科技股的泡沫 AI 泡沫會不會破滅？那這個就影響了咱們的科技股，咱們的人工智能，那就影響了咱們滬市走勢，對吧？我們的滬市啊，我一直說啊，它就是在沙灘上建高樓，什麼時候塌我也不知道。滬市對吧？從最低點到現在已經漲了1300-400點了吧，1000多點。從指數上看啊，絕對是牛市。但是它這輪牛市的這個兩個支撐是什麼呢？啊，有兩個啊，一個是什麼？一個就是高股息，當時銀行那個股價的比較便宜，社保基金、國家隊對吧，都拿了銀行股，然後人家就靠高股息一算，比存銀行利息要高。哎，這是一個邏輯啊。所以說這些金融股啊，對吧？這些國家隊、社保基金、公募基金就開始扎堆的買這些銀行股，指數一直在漲。這是第一條腿啊。第二條腿呢，那就是科技股，就是 AI 半導體算力，講的就是這個故事。那這個故事就跟美國的對吧人工智能是相互呼應的。所以接下來怎麼走呢？你想想啊，這個高分紅高股息這個故事是講不下去了。原因有兩個，第一個，這銀行股現在已經不便宜了，也就是這個時候新的資金啊，如果這個時候進銀行股的話，那麼它面臨的就是股息啊不那麼合算。你看啊，銀行的利潤還能增長嗎？我們假設銀行的利潤能保持平，增長是不可能的，能持平，那它的分紅也不會增長，分紅不能增加，那現在它股價已經很高了，有的已經翻2倍3倍了，你這個時候股息率已經不合算了，就是新的這個機構的資金啊是沒有辦法再去進銀行股啊，再去接盤，散戶也不會去，何況對吧？這個銀行的利潤那也是用紙在包火啊，總有一天要暴露，對吧？現在那個網傳的對吧，斷供率達到了3.7%，那是網傳的吧，無風不起浪啊，有的地區斷供率已經達到5%，這你要知道啊，按揭貸款是銀行最優質的資產，都已經這樣了。央行公布的那數字，今年10月份對吧，就基本上連沒有個人和企業去貸款，不知道銀行的利潤是怎麼做出來的。所以你看看啊，這對銀行來說是不是一把劍懸在頭上？你還指望它利潤增長？現在就需要掩蓋真相。所以說啊，這個叫高股息這個故事講不下去了，那沒人去接盤，那對銀行股來說啊，高處不勝寒，那你一個人在那待着吧。銀行股高位橫盤能不能做得到，對吧？總有機構，總有人要減持啊，對吧？人家要套現呢，人家那些基金對吧，到期要兌付啊，沒人接，那不就跟茅台一樣嗎？看看茅台的走勢啊，這是第一個，高股息這個故事很難往下講了。你靠其他的上市公司分紅，那就是個笑話，因為咱們5000多隻上市公司啊，利潤的大概一小半吧，40%吧，是來自於銀行股，就那麼好像不到100家嘛，就是銀行股加券商再加保險，就是金融股啊，就一共100來家，佔5000多家上市公司的利潤的40%、50%。很多上市公司啊，一年賺的利潤呢，還不頂一個網紅一晚上直播賺的錢。你說這叫什麼上市公司啊？那不就純粹是割韭菜的。這是第一個高股息的故事講不下去。第二個就是科技股，所以我為什麼要講科技股呢？那咱們就盯緊了美國。美國如果科技股泡沫破裂，如果它講不下去，那你這兒人家正版的講不下去，你這兒你還能講得下去嗎？誰信呢？那真的靠騙，靠割韭菜實現盈利啊！滬市啊，這個指數牛市兩大敘事結束了。當然了，這個科技股這個我也不能確認它就是結束了啊，因為美國到現在看上去好像是泡沫破裂，是不是真的破裂？再觀察1周啊，好像畢竟
近還沒出現踩踏。如果這次不破啊，那再過半年，对吧？再給你半年时间，如果你这個故事還講不圓，還是不能盈利，那個時候那就更加慘。我這說的還是胡適的今年牛市的兩個敘事啊，就是兩個支柱，還沒有說胡適本身自身的毛病，對吧？他自身一身的病這個還沒說啊，他是在沙灘上支了兩個柱子，對吧？你個欺詐善事、財務造假、非法減持、操縱股價，對吧？一看今天啊，這個算力熱，我馬上就跟別的企業簽一個40億的算力大單，等炒的差不多了，我說這個啊合同作廢了，取消了，都是這種玩法。你指望他牛市啊？這是公開的詐騙啊！那像這種事情啊，叫數不勝數，哎，天天都有。那加上這些這個金融消費者呢，那一個個的都是賭徒啊，爆炒福日股份，對吧？炒名字，炒玄學啊，玄學炒股。所以說這一輪指數牛市啊，跟散戶無關。這個連李大霄都認為賺錢的散戶很少啊，現在是越來越少了。關於咱們啊這幾天啊這個指數下跌，高盛啊幫咱們分析了原因啊。高盛中國他說啊，他说投資者對 AI 板塊的獲利了結，可能是昨日中國市場疲軟的部分原因。高盛不是一直唱多胡適嗎？那現在胡適連跌這麼多天，對吧？從4000多點，4100了快，到現在3800，這些海外機構啊還在繼續唱多胡適。但是我感覺他們是邊唱邊撤啊。當然了，現在不光胡適下跌啊，我剛才看了一下，加密貨幣市場也已經慘不忍睹了啊。我有很長時間沒看這個新聞了，我今天看了一下比特幣，我印象中比特幣不是已經13萬美元一枚了嗎？我有印象啊。我今天一看，比特幣跌破86000美元，那快腰斬了。证券時報報道啊，說这個最近幾天加密貨幣市場持續殺跌，昨晚至今以比特幣為首的加密貨幣再度上演跳水行情。年初至今，比特幣累計下跌7%以上，有望實現年度下跌。年度下跌就是2025年整個比特幣是相當於跌掉了，對吧？把它漲幅給跌掉了，沒了。這是自2022年以來首次下跌。比特幣為什麼下跌咱也不知道啊，我只是說啊，它從最高點，對吧，差不多13萬美元的吧，跌到現在86000，這個過程中啊，那得有多少人傾家蕩產，有多少人就把幾年前賺的錢都吐進去了。所以說炒比特幣那風險也不小，恐怕比炒胡適啊風險還要大呀。現在看好像只有黃金是吧，相對來說還走的比較這個強勁，但是想在黃金上賺錢也很難。總之啊，對我們普通韭菜來說啊，想通過買個什麼東西一賣賺錢，對吧？動動手指頭就能輕鬆賺錢太難了，賠錢還差不多，對吧？動動手指頭啊，輕鬆賠錢這個很容易做到，想輕鬆賺錢太難。我知道啊，有人肯定說啊，我今年賺到錢了，不要緊，你繼續炒啊，總有虧錢的一天，褲衩子都虧掉了。尤其是胡適啊，專治各種不服。最後我再說兩個這個社會新聞啊，也是算是這個進一步啊來分析。第一個是這個山西狗咬人這個事情，我今天又看到了這個南方周末的一個報道，他報道的就是比以前澎湃新聞其他的新聞報道的更詳細一點了，他透露的東西就更多一點。這個以前已經說過的信息咱就不聊了，我聊我在這個南方周末上看到的這個就是新的線索，新的說法。首先是咱們都啊通過以前的那個申家啊，就被告人那個接受採訪說的，還有媒體報道的啊，說是郭家，就是那個狗主人那一家9個人到人家去打砸，但是啊通過這個法院法庭庭審細節啊，上面各方講述啊，這個南方周末報道的啊，這個狗主人他們一家和律師啊，他們堅持說的，他們只有3個人去了現場，3個人在裡面發生爭執吵罵的時候啊，或者就是推搡啊，這是各種之中，他們這個狗主人這一家的親屬啊，加上那個死者郭某才去。那個親屬这為什麼去了呢？是因為那個死者親屬他們一家也就住在隔壁不遠，聽到那邊在吵罵叫罵吵架，趕緊出來勸，也就進了院子。所以說在這個被告人的這個描述裡面，那他們來了9個人，實際上不是，就是說這個狗主人說不是這樣子的。然後說這個有沒有持械？哎，你來的時候你拿了這個鐵鍬什麼之類的，要來怎麼着啊？就是不是持械嘛，打砸嘛，那就性質更惡劣了啊。这個被告啊，就申家啊，他們一直說他們來了9個人，有拿木棒的，有拿鐵鍬的，拿着凶器是吧？實際上啊，原告說他們都沒有拿東西，他們就是空着手來的3個人。但是他也說清楚了，他來他就是想砸他們家玻璃出氣。然後來了之後就發現這個申家啊，男的沒出來，申家的3個女的出來了，然後有的拿着擀面杖，有的拿着菜刀。
他們申家拿着武器的，你看看完全反过来了啊！也就是说啊，他们这个狗主人这一家进门的时候是拿了铁锹的，把铁锹他敲那个门，把门敲开之後，進了院子之後，鐵锹就放下了，鐵锹不知道放哪兒去了，就沒拿着敲了，你知道吧？可能那個鐵锹就是敲門用的，門敲開了進來了，然後這個監控視頻顯示啊，這個兩方對峙的時候，好像那三個人確實沒拿東西，手上沒東西，赤手空拳，然後這個申家是拿着菜刀拿着擀面杖的，你看這個完全倒過來了啊！這還不算啊，這還不算，最重要的是什麼呢？最重要的是申家啊，這個女兒就是老是接受媒體採訪的那個女兒，戴個眼鏡的，好像我有印象啊，在那說他爸多不容易，說他爸多老實，對吧？說他們家原來南方周末啊查到的啊，被告女兒係當地紀檢系統工作，而且這個消息肯定是那個狗主人那一家告訴他們的，那記者就去查呀，對吧？他就記者在這個公眾號報道的，就當地啊紀檢系統不有個公眾號嘛，報道那些這個找到了一個文章，那上面的照片和姓名跟被告女兒一模一樣，什麼意思呢？然後這個南方周末就問啊，就可能是發短信或者發信息問這個被告女兒，讓他確認，被告女兒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回復，你沒有否認也沒有承認啊，原來雙方啊，一個是當地政協的委員，一個是紀檢幹部，怪不得雙方力氣都這麼大，原來都不是一般人呢。還有一條就是這個被告就是申家請那個律師是個網紅律師，這個所以說就為什麼把這事炒得這麼熱，而且上來對這個狗主人這一家就相當不利啊，然後這個網上都是報名就是反殺，都被人帶節奏了啊。實際上從目前南方周末的報道來看，我覺得這防衛過當都輕了，很有可能就10年以上啊。這個兩家啊都不是善茬，對吧？都是當地幹部，那都是有頭有臉的人，豪強對豪強，就像那個江西萬年那個李鄉長和毛奇書記，對吧？上來好人就同情那個李鄉長，為李鄉長喊冤，你為一個貪污犯喊冤幹啥呢？反正都不是什麼好人，被人利用嘛，頭腦簡單，是吧？所以我一直以為這就是防衛過當，但是我現在看這個報道啊，我感覺防衛過當還輕了一點。如果人家真的是赤手空拳啊，去找你理論，那這個對吧？我第一次分析就說了，農村的打架一般的不是奔着人去的，都是奔着財產去的，就是要出氣，要爭面子，把你家鍋給砸掉。他不是真的把人往死裡打，那種少啊，那種就是屬於叫激化矛盾，就是火上澆油了，對吧？升級了，你叫升級。拱火就一般的去都是砸鍋砸碗砸門砸窗戶，這就是為了出氣嘛，這符合農村的這種啊這個矛盾的一些這個特點。所以但是第一次分析的時候，我也認為9個人拿着棍子去，拿着鐵鍬對付那個姓申的那一個人，居然那一個人身上毫髮無傷，那在打什麼架呢？那顯然不符合這個打架的特徵嘛，對吧？我第一次覺得就是這裡面有貓膩啊，有問題。但是如果考慮到你是持械，對吧？你9個人都拿着東西衝到人家去，那你這個性質非常惡劣啊。那人家拿刀，那屬於正當防衛嘛，那就是防衛過當。但是現在看啊，如果人家沒有拿東西，沒有拿武器，而且啊，這裡面還有細節，就是跟那個申家說的完全相反。這個郭家啊，說他們給申家打電話，申家不接，不理他。那誰在網上放這些風，對吧？說這個郭家是政協委員，但是他隱瞞了自己的這個身份，這個裡面就有貓膩嘛。所以說，如果大家感興趣啊，可以去找這個南方周末這個報道去看。所以我勸啊，好多的8到15歲的網友不要動不動就反殺。那第二個就是江湖最後一個大嫂，對吧？我在昨天做節目就說了，這就是為了迎合啊好多這種叫屌絲男他們的意淫，對吧？他們的想象中，所以很多人就編造故事啊，說這個是什麼廣西壯族一個女孩啊，叫馮靜，什麼反抗家裡的這個壓迫，對吧？把她許配給老頭，然後收了高額彩禮，把她賣給一個老頭，就這意思啊。完了之後他就逃婚，對吧？逃到柬埔寨，然後又誤入，對吧？歧途變成失足少女，完了之後又遇到個黑社會大哥，就編造這麼一個故事啊。實際上你看人家廣西馬上啊就不幹了，闢謠了啊。廣西回應江湖最後的大嫂傳言，廣西女子馮靜被傳在柬埔寨劫囚，江湖最後的大嫂逃婚到越南，大哥有難帶槍劫獄。這個11月19日下午3時許，一名聲稱是廣西來賓市信賓區大灣鎮的馮靜手持身份證，在其經營門店前露臉闢謠稱，網傳他遞槍幫助劫匪劫囚越獄的內容不實，他沒有將視頻
講述中經歷和遭遇，也不存在逃婚行為。他前往柬埔寨是通過合法渠道出去的，目前在柬埔寨進行的是合法經營。不過啊，有記者說啊，这個馮靜啊，通過視頻畫面看，跟那個劫法場的那個女子啊有點相似。好，有網友就說了，那這個馮靜啊，恐怕是蹭流量，對吧？也有可能是網友惡搞炒作，這不要緊啊，人家柬埔寨越南那邊已經公布了啊，這個女子就是越南什麼萊陽人還是什麼地方人，就是越南女子，就是越南人，不是什麼從中國逃到越南，就是越南籍，在柬埔寨從事非法工作，從事電詐工作。我說的是什麼意思呢？是這個抖音平台可以說是壞到極點，明知這個是謠言，放任這種謠言傳播，對吧？你正經的什麼節目聊個什麼事的，他給你限流，不让你放。哎，像這種他是故意的，為什麼呢？有流量，正好迎合那些屌絲的口味，這就是平台之惡，這個賬遲早是要算的。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